租而驚啲咁做。各位係嘛冇睇過呢位租兒小姐嘅表演啦嚇。咁好多人打過俾我，喂，究竟係堅定流啊？咩情況？嗱，而家各位真人喺度玩一次俾大家睇。OK，ready go！ 啊，掂唔掂啊？即係咁。小邪話齋，有乜依喐？下一句你講咩呀？揸住粒鐘啊！即係咁，即係當然唔好揸啦，係咪先？咁一陣間租兒啦，師妹會示範呢個雨遮，做雨遮。咁我再嚟一次問佢啦，你講觀眾睇清楚。喂，頭先個標頭啦，7分2分住。OK， 再嚟一次啊！有幾分？我後邊啦，睇睇。咪即係企過少少。後邊觀眾睇唔睇到啊？睇唔睇到啊？睇唔到啊？睇唔到唔緊要啊，調翻轉再做一次問我。好兩次啊！喂，話咁啊，啲 overrun 喎而家。車工。喂，啲 overrun 喎，而家3點鐘，而家2點4鐘。蘇中要求啊？蘇中要求咁啊，一陣間你幫我頂住後邊啊。OK， 開始。嗱，我平。嗱，你睇到係講停咗，跟住咧換快少少，好啦。佢首先咧一棍咧係打落去肋骨嗰度先嘅，但唔係掂落去啊！你冇用㗎呢棍，如果你唔打落肋骨呢度，因為肋骨係神經地帶嚟嘅，一打落去咧佢會好痛嘅，突然間會軟咗落去，係咪？因為所有淋巴腺積住嘅地方，打完之後咧佢隻手會軟咗，佢先會能夠做到呢個動作。OK， 跟住繼續，好啦，上去呢個鎖住佢，呢隻手係咬住㗎啦，各位計點解係咬咗佢？如果唔係做唔到嘅。OK， 嗱，即係表示咧，女仔點解有左度咧？唔係因為佢大力，因為有技術，係技術以弱勝強，以柔制剛。好，落嚟。好啦，打完之後咧，一貫作風，好多有2棍添。OK， 第二個。好啦，嗱，呢個係一個旋轉嘅動作，一個圓形嘅斷棍方法。嗱，睇一次。好嗱，佢係一個旋轉嘅方法，跟住咧係兩隻手，有一隻手嘅咧係前襟落去。好啦，一做，甩咗，加多棍，搏，行低。